即係特別咧呢幾年咧，就中國咧已經喺度即係積極去計劃緊一啲載人嘅登月任務啊，或者甚至乎係再過可能多10年之內咧，會有人去到呢一個即係火星啊咁。咁你一個咁長程嘅一個太空任務裏邊嚟計咧，你點樣衣食住行咧？你嗰個人究竟可唔可以有咁長嘅又密封嘅環境啦，有一個失重嘅環境咧，又高輻射嘅環境裏邊去生存咧？咁你嘅食物點樣帶咁多嘢上去？即係呢度係中間好多嘢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可能佢哋需要一啲係醫學方面嘅一啲嘅專家，佢上去就係要研究一個人喺一個咁長程嘅一個即係航天任務裏邊嚟計咧，佢個生理上嘅生理同心理嘅變化啦。咁你呢啲人嘅生理同心理嘅變化咧，就可能就係要嗰個人要上到佢自己感受得到，本身就係個實驗嚟嘅。係啊，佢本身就係嗰件實驗品嚟㗎啦。